每一天，无事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初2，约伯记9章10节安尼讲：伊行代志大，袂为测度，行其事算袂了。三甲来祈祷，奇妙甲伟大超过诸天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你是创造万物的主，你是超过阮通了解的上帝。耶和华本是大，该受大懊恼，伊的伟大袂为测度。主啊，一时阮对所拄着的境况、所面对的困难，阮无法度理解。你教阮对遐无照阮的愿望来发生的结果，阮感觉失望，甚至生气。阮有时也会犹疑，上帝，你敢有听见阮的祈祷？主啊，总是你的行事是阮无法度测度，是超过阮通了解的，所以阮只有用感谢甲懊恼来接受你的安排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咱顺服伫无法度测度的主，伊对咱的安排，因为伊对咱所做一切拢是好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